聖三位一體嘅意思係聖父耶和華上帝、聖子耶穌基督同聖靈上帝，並唔係獨立嘅個體，而係同一位上帝。為咗更加容易理解聖三位一體，我哋先諗一諗水嘅形態變化。雖然水、冰、水蒸氣嘅形態同名稱都唔同，但佢哋本質上都係 H2O。同樣，隨住時代嘅改變，上帝作為救主登場，並且展開救恩事工嗰陣，亦有唔同嘅模樣同名，但本質上係同一位上帝。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他名稱為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。聖經見證誕生為嬰孩嘅耶穌，就係全知全能嘅上帝耶和華。換句話講，聖父耶和華上帝同聖子耶穌基督係同一位上帝。初代教會嘅使徒領悟到耶和華上帝同耶穌基督之間嘅關係，所以見證耶穌基督喺本質上係上帝。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。喺新約聖經裏面，上帝呢個詞語所指嘅係聖父耶和華上帝。試圖記錄耶穌基督本質上係聖父耶和華上帝，但為咗拯救我哋，以人嘅模樣顯現。除了在人裏頭的靈，誰知道人的事？像這樣，除了上帝的靈，也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事。除咗自己嘅靈之外，冇人會知道自己嘅事。同樣，除咗上帝嘅靈，冇人知道全知全能嘅上帝嘅事。但係聖經見證，聖靈參透萬事，就連上帝深奧嘅事都參透咗。只有上帝借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，因為聖靈參透萬事，就是上帝深奧的事也參透了。聖靈知道全知全能嘅上帝嘅奧秘，意味住聖靈就係上帝本身。換句話講，聖父耶和華上帝同聖靈上帝係同一位上帝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聖經見證耶穌係我哋嘅中保。中保嘅希臘語係 Parakletos， 亦可以翻譯為保惠師。聖經見證耶穌係保惠師，亦見證咗聖靈係保惠師。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，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。咁證明耶穌基督同聖靈係同一位上帝。聖經教導我哋，聖父耶和華上帝、聖子耶穌基督同聖靈上帝係同一位上帝。為咗進行救贖事工，同一位上帝喺每個時代以唔同嘅模樣同名顯現。如果相信聖三位一體，
就唔會特別區分聖父耶和華上帝、聖子耶穌基督同聖靈安生康上帝所做嘅事工。創造天地萬物嘅耶和華上帝就係聖靈安生康上帝。聖靈安生康上帝喺3500年前分開紅海，拯救咗以色列人。2000年前，為咗赦免我哋嘅罪，承受十字架嘅苦難。當聖子上帝蒞臨呢個世界嗰陣，初代教會嘅聖徒領悟到，佢就係創造天地萬物嘅上帝，從而得到救恩。呢個時代亦一樣，希望大家可以領悟到聖靈安生康上帝就係創造天地萬物嘅上帝，從而得到救恩。